四边記56第四節，讓人講到當切家講嘅時節，相信上帝，呢就係大衛本切家嘅經驗。講當我講時節，我相信上帝，相信佢嘅福音，相信上帝嘅話。但係那上帝嘅福音、上帝嘅話，本一個強嘅力量。嘛，今日這個世界裏喺度，這個需要上帝嘅福音，嘅福音能本一個強嘅力量嚟對付一切。是家嘅xã會嚟對付一切，是家未驚、未看、未尊嘅問題，因為世間你喺度每一人三馬未達到各樣嘅問題，各樣嘅痛苦，各樣嘅生死，是家冇想到嘅，未嚟到是家嘅生命中，未嚟到是家生活中，係講有樣嘅問題嚟到是家生活中，是家係相信上帝嘅福音，相信上帝，全下相信佢，是家得到強嘅力量，當家得到強嘅力量，是家有突力。